因为美国的参议院23有通过援助乌克兰、以色列和台湾，加强$951的军事援助金，而且即马要求 TikTok 抖音国际版要和中国的母公司拆开。另外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是去中国访问，会针对中国支持诺西亚、中国伫南海作为，和中国压力。美国参议院2379票支持，18票反对，通过$950亿的包裹法案，包括对乌克兰、以色列、甲台湾的援助金。这项法案内容经过几个月讨论，顶礼拜六总算伫众议院通过。预定这个礼拜三，总统拜登就会快速签署有效，会当汇钱予乌克兰。不过，这原来是美国今年底大选前最后一届核准对乌克兰的援助法案。The foreign aid contained in this bill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elegraphing America's refusal to cede the global stage to hostile powers. 这项包裹法案包括$610亿对乌克兰军事援助，$260亿对以色列战时援助，加加沙公民的人道救济金。同时，也为印太地区提供$80亿用伫应付中国的威胁，其中包括予台湾甲其他主要盟友提供$20亿的外国军事用资经费。所讲的外国军事用资，就是美国为了重要的合作伙伴保留安全援助补助经费，符合资格盟友会当透过补助款购买美国的防卫物品、服务，也有备份。另外，法案一定甲靠亚的俄罗斯资产转移到乌克兰，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，也要求社群应用程式抖音国际版 TikTok 用9个月时间脱离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，安尼无要禁止伫美国营运。This national security bill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measures Congress has passed in a very long time to protect America's security and the security of Western democracy. 国会再度通过对中国相关措施。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随24开始有3天的中国访问行程，这是布林肯一年来第2届去中国。另外，时报分析，这届除了想要维持甲中美关系稳定，也伫真侪项议题对中国施加压力，包括中国向俄罗斯提供武器技术，也甲中国最近伫南海地区的侵略性动作。不过，专家是讲，中美伫台海问题这个议题意见无共，两国沟通真歹有突破性的进展。公司新闻，牛眼编译。